那么这股神秘的能量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先做一个温情提示，给胆儿小的人留3秒钟的退场时间。汤林富，丽水最帅的猪头供应商，他大概是猪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的最后一个人。5个小时以后，这双重见光明的眼球会在灯塔3村被人抠出来，然后吃下去。这副美丽的骨头就是佩奇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想象。周慧斌，外号小鬼，灯塔3村66号小烧烤的研发部主任。猪头怎么着？猪头终结者1代目汤林富的大客户。他进行分割，然后到我们这里的时候，已经去完皮、去完耳朵、去完舌头了，骷髅头头颅一样，但是外面是裹着一层肉。小妹，小烧烤的法人，小鬼的生活指导。还多，还多。剧情需要，剧情需要。今天一根，明天一根，算到后天过。这对90后夫妻让丽水人知道了，他们所熟悉的猪头拌还能烤着吃。猪头拌本来是在丽水话都是拿来用汤熬的。汤锅式的放豆腐啊，放大蒜葱的，那是 S 的鸡，非常好吃。煮熟了以后拿着骨头啃啊，传统味道嘛，你看这家乡，逢年过节都会吃这个。家里小孩多嘛啊，4、5个人一起吃，抢着吃。这就过年一小块，然后就一直啃。就是那种咸咸的，闻到那个味道，你就会感觉到过年来了。